本、听故事。假日午后，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沉浸书香。外头庭院，竹笋爸爸带着儿子忙着摆摊。国一的孩子剥竹笋手脚利落，每周固定来报到，因为摊位免租金，他还有机会学摄影。与大哥哥有了约定，书念好可以免费开摄影展，还有更大的奖品。从国中考到大学，如果都是国立的话，那个俊哥就要送我一台摩托车。给小朋友希望的大哥哥林俊成，才28岁就负债600万，把老三合院改建营造成艺文空间，都是因为一句话。以前人家说银沟出头团，三甲出老麻。新住民跟老三峡人两边的知识水平其实是差蛮多的，那更别说孩子。于是自己设计主题活动，带孩子们爱自己的家乡。听故事的孩子一起去净溪捡垃圾，爱摄影的竹笋小弟就负责拍照，从做中学习。我希望说，或许10年后，我们这块地方上的孩子有很多可以像我们这样子的。那在这一块土地上遍地开花，我觉得三峡的未来就会不一样。独立发行的刊物记录一路走来的成果，取名甘乐，即使辛苦也要甘于制造快乐。透过这个基地这个平台，然后把三峡的好的人事物，然后推广出去。做到暗号，做到暗号，哪有模样啦？我说做得真好，做到暗号，哪有模样啦？哪有模样啦？他客气了，他说没有啦。林俊成说他是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农夫，他已经耕耘出的是把一栋百年古厝改造成了艺文的空间，让人惊艳。他希望透过他的努力，可以弥平三峡的孩子城乡之间的差距，在他们身上找到更多可能。走到暗后，哪有模样啦？走到暗后，哪有模样啦？